再来看这阵啊，这珍珠芭乐是当着时，也毋过价销呢煞真悬，亲像这台北第一果菜市场平均的挂价呢是90几块。也那中华社头的这个产地呢，是因为今年7、8月拄着这大水雨的灾情，所以产量是剩2、3成尔。就算价销好，这农民嘛无芭乐通卖。 即阵应该是珍珠芭乐大出的时阵，但是果树顶悬的芭乐却也袂当采收。中华社头是台湾珍珠芭乐的产地之一，但是今年7、8月芭乐开花期拄着大水雨的灾情，产量剩2、3成尔。拄开花期吼，搁一即个落大雨，就积水，阮涂骹吼，搁迄个闷迄个水，搁闷超2个月，就上着芭乐根，芭乐根就生长开花拢有问题。 这2年因为风台大雨严重影响芭乐收成，过去台北第一、第2果菜市场珍珠芭乐的平均交货量大约有70吨至90吨，今年干那剩30吨，产量减少嘛，致使市场的价销直直起，11月的平均挂价搁把化到94块9。伫拍卖市场1公斤差不多伫130、140左右。今年是因为真正损失伤济哦，所以芭乐的价销一直做歹。就是迄个水灾煞了后，遐开的花。 这批诶芭乐就包起来，有包起来，咱就会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，就会有芭乐。农民表示，即阵芭乐市场的价销悬，农民嘛无芭乐通卖。预估12月第2水的芭乐会开始出，时到产量会较稳定。但是整体芭乐价销可能要等到旧历过年前才会恢复稳定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